追番的人太少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快，去七星峰，请祖师叔出山。掌门，他们怎么一个个像双胞胎似的？那当然，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。若薇，你以后也会和你师傅越来越像的。剑祖就一个人进去，能把我兄长救出来吗？嗨，小叶子，你放心，虽然每次剑祖打赢我都是因为我放水，可是综合实力上他没问题。皇甫长老，虽然我们都是魔门，不过你这谎也扯得太大了吧？就不怕剑祖出来不放水和你打一场？我还没见过剑祖认真打架呢。皇甫长老，加油！剑祖这么强的吗？你怎么都没给我介绍过？作为天魔宗的太上长老，你能不能认真介绍几个高人给我认识？他都3000多岁了，都是个老人了。若薇妹妹，剑祖还收徒弟吗？我可以拜他为师贤。这我不知道呀。就算收，可你不是魔门吗？这不合适吧？没事儿，要是剑祖肯收我为徒的话，我马上可以改换门庭。我们天魔宗不讲究这些，欺师灭祖那是常事儿。好了，大家还是专注一点吧。万一剑祖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，我们也能第一时间闯进古城进行支援。不是敌情，继续隐蔽。不愧是兵家子弟，做事就是谨慎。怎么这次这么安静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去救出岳千仞再说。难道这些就是被夺舍的断天雾弟子？飞破散，这地仙毒士的手段果然狠毒，没得救了，看来无需留手。有人来救我了！终于来了个能看的。好兄弟们，安息吧，我会为你们报仇的。大月子，大月子，你还好吗？剑祖，快走！神智还在，还有救。大月子，怎么样？醒醒！哼，果然有猫腻。没想到几万年后，人间居然还有你这种可以只靠外道就能独自身闯古城的强者，很好。我劝你最好乖乖离开这具身体。哼，看来今天是轻敌了。区一个炼气期，竟然有如此力量，其终究是些外道，怎么比得上我圣朝的大道？圣朝再临的时刻就要到了，圣朝中再见。
到我哥了吗？岳宗主，等等。嘿，若薇，这么严肃又变成男孩子了吗？岳宗主可以问了，我确认过了，我师父没有被夺舍。剑祖，小月子你不必担心，大月子他还有神智，并未被完全夺舍。不过这地仙对空间之术运用自如，跑得太快，我怕伤到大月子，所以没能直接救下他。哎，小月子，没事儿，下次剑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哦，小月子，问你个事儿，段天雾上次可还有人从古城内逃了出来？我想去询问一下当时的情况。有的，刘长老，当时我兄长与刘长老还有一干弟子一起侦查古城，古城消失后，我兄长与众弟子失踪，只有他逃过一劫。却也是真元受损，意志昏迷。后来经过治疗，虽然醒了，但是一直意识模糊。杀了我，你是怪物！只要你越痛苦，来救你的人就会越多。现在这世间竟然有那么多强者，太好了！来吧，全都来吧，他们都将成为我圣朝的傀儡。痴心妄想，剑祖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剑祖，你说那个在炼气期的怪胎，一些旁门左道而已。不过，炼气期就能有如此实力，他的身体倒是可以为之一用。无知，你打不过他的，小心栽跟。你，这里哪有你插话的份？哼，我倒要看看一个炼气期搞什么玩意儿。哥，等着我。宗主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快躺下。怎么样，老刘，身体可好转一些了？切，精神怎么样？最近膳食可还对胃口？下人们照顾的可还细心？让宗主费心了，已无大碍，再静养几日便好。哦，那便好。那日勘察古城之事，还是没想起什么吗？哎，都是我的错，当时不应该留岳师兄一个人断后。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没用啊。我都知道，你好好养伤。我给你安排了2位姑娘，照顾你起居。刘长老，这是我们特地为您熬的参汤，补气用的。不用了，我休息一下便会好的。来，刘长老，我喂你。喝了它你就什么都想起来了。这就成了。哼，那当然，问吧，现在问什么他就说什么。李姐姐，你这药可真猛！师傅，你怎么确认这个刘长老确实有问题的？他连自己宗主是个口吃都忘了，演技太差。哦，有道理。接下来该办正事了。告诉我你是谁？我是圣朝地仙。被地仙夺舍之人，是否还有生还的机会？魂飞魄散，再无生机。夺舍了岳清刃的人是谁？地仙太子。你们在线时间毁城夺舍，杀人无数，究竟什么目的？诛灭青皇，再创圣朝。青皇已死，圣朝早已不复存在。
你现在夺舍他人和当初的妖魔又有什么区别？我带领众人在圣朝灭亡之前占领这至仙洞府，所有人早就变成孤魂野鬼了。现在只要找准时机夺舍，就可重整旗鼓。人？你们早都是鬼了！你占我洞府，夺人性命，丧尽天良，还有理了？我们是地仙。哼，反正你打不过那个炼气期。别忘了，把洞府唤醒的可不是我，是龙珠血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用大智慧制造的这一切，不是达成你野心的工具。这古城竟然是拥有大智慧的智仙造的洞府，是被那地仙太子夺的呀！这地仙太子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做啥都是个抢。那这个拥有大智慧的智仙知道必能筑基的方法吗？怎么一说到筑基就这样？哎呀，超纲了，超纲了！剑族你已经很厉害了，筑不筑基没关系的，我不嫌弃啊。我不嫌弃皇府长老把你当老大。看来他知道的也就这些了，还是让鬼差赶紧把他收了吧。雪灵，雪灵，出来吧，别偷看了。哟，没想到这鬼差还挺帅呢。帅有什么用？喂，你这鬼差，这古城之中那么多阴险恶鬼，你也不知道收一收，是不是上班摸鱼啊？你徒弟？不管管吗？哎呀，若薇啊，为什么在这世间活到现在，那是多亏了这鬼差大人罩着。你想想，为师要是你哪来那么好的师傅不是？查了半天，竟是地仙，我还以为这一界已经没有地仙。哎呀，别感叹了，叫你查的事到底有没有结果？要是没辙，你可得自己想办法把他们收回去啊。还想跑？这是我从古籍里找到的，里面有反制空间传送术的法阵，到时候你们负责拦截，我来负责收人头。要是跑了，以他们的空间之术，我也抓不住。去叫皇府风和绝云子，把魔门正道两边的人都叫来。这次要搞一票大的了。看来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抛弃成见的环节了。这次正气道盟和魔门再度联手合作，各位没什么意见吧？魔道这边我说了算，没意见。老白，你就说怎么打吧。剑祖，根据收集的数据，古城每3天出现一次，已出现9次，各地总共消失将近50万人。经过推算，地仙3天后会再次出现，我们必须要精准地找到他们出现的位置。那他们到底实力怎么样？能不能打？说点听得明白的。你急什么？我这不是说着吗？啊，行了，问题不大。他们夺舍后的最大战力也就到分神期，只有那个夺了大月子的地仙太子可能过了大成期，据说堪比神仙。这是反制法阵，你们负责把那个地仙太子勾搭出来，然后布置法阵封住他的退路，我来解决他。老白，你这牛皮吹的是不是有点大了？你还能打得过神仙级别的家伙？我要是不能，你们还不都是白给？这倒是。不对，你怎么对这些地仙知道的那么清楚？断天屋的刘长老就是被地仙夺舍后留下来的卧底，我让你家李锦瑶用幻术去套了点话出来。啥？你让我家女儿用幻术？这是你怎么找苏小雪？可是剑祖，就算知道了反制法阵，古城下次又会在哪里出现呢？自上次古城消失后，敌人改变了移动轨迹，我们没办法推算出他下一次出现的地点。之前进古城，我留了把剑在里面。对，清明剑宗对自己的本命飞剑有感应呢。不对呀，老白你又没筑基，平时的剑不过是小月子那里5斤1剑的铁剑，哪来的本命飞剑？只要那剑气在那柄剑上，我就能感应到他的位置。那岳家老大怎么办？难道只能
哦，是啊，老白，大月子真的救不了了吗？哎，对了，小月子她人呢？小月子上次回来后，就一直把自己关在锻造屋内。哦，他不会想不开吧？快，军机！什么声音？吓我一跳！来者何人？什么人？剑祖，请把我哥交给我。这刀真是锋利。小月子，你这是垫了多少内存膏啊？